政治界消息来关心的是，这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的是确定由陈亭妃出来拼。即马初选过了头一步，陈亭妃是特别去到市议会参这议长区里里，也佮有其他的议员来沟通协调，望这民进党内会当大团结，甲台南市长退落来。 民进党台南市长1月初选拼甲结噗噗，后来由立委陈亭妃出线，所来上大课题就是党内整合。而在陈亭妃去台南市议会安排要参议长区里里，甲坐听林俊贤的议员，要斗阵会谈，听大家意见，互相讨论交流。结果出来的时候，其实亭妃就已经有把每一位我们民进党籍的议员呢，我有亲自打了电话跟他们拜托。我相信我们对于每一个人，我们都会亲自来倾听，那也了解他们的想法，所以今天就是正式安排时间。 来向我们的议长、副议长来做一个拜访。民进党台南市议员28个，党内甲无党籍的议员，初选期间拢总25个挺林俊宪。期间陈亭妃互人讲背骨顶争议，即阵初选结果，陈亭妃要正式通考，甲大家考下来，因望借由面对面的沟通参详，通甲过去一寡分裂甲消耗圆，互党内会当大团结。若有时间会阁针对年底市长甲议员选择，要安怎来合作做讨论。 党的立场应该就是跟这个民调胜出的陈委员再来沟通看看有什么是大家未来要来配合的部分。这都是一个好的开始。如果说刚好我们的党团的这个干部都在的话，那么我们刚好可以拜托说，是不是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所谓的请益的时间？ 民进党市议会党团表示会尊重提名结果，所大概就是年底大选，包括市长选战，国民党正两届，也有到时要安怎加码带家仔的布局。陈亭妃讲有信心，通伫年底担市长选战会当拍甲真车赢真光彩。另外嘛讲后礼拜会参现任市长黄伟哲要约见面。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